日用天糧，丙年常年期第27周星期五。岳厄爾先知書第1章13至15節，第2章1至2節。司祭，你們應披上麻衣而哀悼，服務祭壇的人，你們應哀號，我天主的僕人，你們應進來，披上麻衣過夜，因為素祭和奠祭在你們天主的殿內已中斷了。你們應制定一個齋期，召開一個盛會，聚集長老和當地的一切居民，在上主你們天主的殿內，向上主呼號：啊，那日子啊，上主的日子來近了，他來有如全能者施行毀滅。你們要在熙雍吹起號角，在我的聖山上吹起號筒，叫大地所有的居民戰慄害怕，因為上主的日子來了，且已來近了。那是一個陰森昏暗的日子，是一個濃雲密布的日子，一個龐大強盛的民族猶如曙光一樣，散布在各山上。像這樣的民族，是亙古以來從未有過，此後歷盡萬世萬代，也不會再有。答唱詠，聖詠第9篇2至3節、6節、8至9節、16節。上主將以公義審判世人。上主，我全心讚頌你，宣揚你的一切奇妙作為。我要因你而歡欣踴躍，歌頌你至高者的名號。你摧毀了異民，殲滅了惡徒，你把他們的名字永遠消除。異民都落於自己挖掘的深坑，他們的腳都掉入自設的陷阱。上主卻永遠為王，設立寶座秉公審判。他將以正義審訊世人，將以公理判決萬民。路加福音第11章15至26節。那時候，人群中有人說，耶穌是仗賴魔王貝爾則步驅魔。另一些人試探耶穌，向他要求一個自天而來的徵兆。耶穌知道了他們的心意，便對他們說，凡是一國自相紛爭，必成廢墟，一家一家的敗落。如果撒旦自相紛爭，他的國如何能存立呢？因為你們說我仗賴貝爾則步驅魔。如果我仗賴貝爾則步驅魔，你們的子弟是仗賴誰驅魔呢？為此，他們將是你們的裁判者。如果我是仗賴天主的手驅魔，那麼天主的國已來到你們中間了。幾時壯士佩戴武器，看守自己的宅舍，他的財產必能安全。但是如果有個比他更強的人來戰勝他，必會把他所依賴的一切武器都奪去，而瓜分他的贓物。不隨同我的，就是反對我；不同我收集的，就是分散。邪魔從人身上出去後，走遍乾旱之地，尋找一個安息之所，卻沒有找着。他於是說，我要回到我出來的那屋裏去。他來到後，見裏面已打掃清潔，裝飾整齊，就去帶了另外7個比自己更惡的魔鬼來，進去住在那裏。那人後來的處境就比先前的更壞了。